氣氛先，嗱，逐個介紹啦。嗱，梁浩然啦，大佬丁啦，丁文俊啦，金永傑啦，同埋劉威王。今日即係多謝晒佢4個嘅，即係一 call 就即刻到，即刻。咁啊，頭先拍幾個 shot 啦，但係點啊？你啲演技好似好勁咁喎。我覺得仲未係光噏晒，因為未入晒個角色入。係咪仲爭啲真正嘅？因為其實佢有深層次嘅，其實佢表面係開朗，但係其實佢本身自己內心咧暗藏憂鬱，同埋其實好有層次，其實好有挑戰性呢事。我有挑戰性呢幾個好勁。呢個場景啊，好明顯係本色演出啦，我哋係啦，呢日最開心。除咗杯飲品啊，如果係真嘅咧就好啲添。佢係真嘅綠茶。